台湾客语有客委会，关注民语有原民会，每一年拢预算咧推行语言复兴的事工。咱若台语咧，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最近发起联署，希望招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政府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。嘛讲长期以来，台语复兴拢是文化部甲教育部咧做，所以推出的政策无法度遐尔周至，呼吁会当下部门来合作推动台语，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。 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在去年有举办第1届的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，因招民间总会来检讨语言政策。最近联盟发起联署，要求政府爱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。因指出，亲像客委会当年预算有41亿，原民会当年64.7亿。根据内政部109年的调查，6岁至14岁人口当中，敢若剩7.4%主要使用语言是台语。联盟认为，若无专职单位来还，搁10多年后台语恐惊会消失。这其实就需要政客去规划。 你到底要安怎为阮即寡两人区，家塞厝地塞甲，互搁较侪人知影讲有即个计划。这无人去做，你就打袂出去啊！就干那伫咧共阮站内底自嗨尔。联盟指出，台语的事工长期以来拢交予文化部和教育部在做，嘛互台语的复振受到限缩，无法度全面化。联盟建议政府爱下部门推动语言意识的培训，制定台语的政策规划。因为学者认为，台语有8成的使用人口和华语偏偏拢是社会共通语，所以定位袂当限缩伫咧族群语言尔。学者嘛认为，比起华语，台语是愈通抵抗中国在台湾各方面的渗透。 台湾华语伊生做的生的这个模样哦，基本上已经愈来愈亲像中国华语啊。无论讲是音素，也是讲一个思考的这个体系，你内底传的到底是中国传来的物件，还是一个假消息？所以讲这是国家安全，也佫有建立咱主体性上重要的一步吼。根据议会法学者呼吁政府爱对外交、卫生福利等等，伫咧无共公部门推动台语服务和意识培育，会当透过台语检定。 考试、工作方等等的方式，伫咧公部门体系建立机制和配套。学者认为，安尼台语的转型正义甲复振，则袂变做干那是话口好尔尔。记者卢尚书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